议员蔡小伟甲台南大运动百货店长徐胜斌来到大同国小，面对这群幼稚，马上要变成古锥清澈的哥哥姐姐，配合正确的洗手步骤，来一段洗手舞，教大家预防病毒感染。不管是肺炎疫情、当病毒等等，透过勤洗手，就是上简单重要的预防观念。会中遵照湿搓冲碰擦、内外夹攻、大力丸等口诀来示范，会让看出运动真熟练。这摆为了帮助学校所需要防疫资源，议员特别买下大运动百货关键一批洗手乳，场面相当温馨。非常感谢今天由我们台南大圆柏徐店长带领他的团队来到我们东区的大同国小，为了就是要延续我们市府的防疫的政策，那赠送给我们大同国小洗手乳，更加的提醒我们的小朋友们在洗手的正确观念上来好好做好防疫工作，那也发挥他们台南大圆柏在社会责任、深入社区以及结合学校这一方面，非常感谢我们的台南大圆柏。很高兴有机会跟蔡小月议员共同来合作，来举办这一个洗手乳的捐赠活动。那台南大圆柏一直在公益方面不遗余力，然后一直在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所以说，在现在政府防疫的时间，那我们刚好有这个洗手乳的部分，我们把它捐赠给大同国小的幼儿园，让他们在平时的时候能多多洗手，让病毒能远离它。会中校长除了感谢议员甲百货爱心，嘛强调防疫工作落实一直拢无放松。捐赠洗手乳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不止在防疫工作的让我们有更充裕的一个资源之外呢，其实我们小朋友呢，我们知道他不只有在我们说的新冠肺炎之外，我们现在目前的肠病毒一些诺罗，其实我们勤洗手，病毒真的就是远离我们。那这次呢，我们感谢我们的蔡小薇议员以及我们大圆柏徐店长的一个爱心，谢谢。这摆关键行动都要替学生的健康安全甲环境卫生来把关，嘛希望各界持续来关心。台南新闻，阮志玲跟采访报道。